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箴言第4章第1節至27節，主題係父親忠告孩子追尋智慧。作者喺箴言第4章以父親嘅角色，呼籲兒子要聽從智慧嘅教導同訓誨，因為呢啲教導能夠幫助佢走向正確嘅道路，避免愚昧嘅選擇。之後，智慧被描繪為無價嘅珍寶，應當不惜任何代價去獲取。擁抱智慧就會使你得着榮耀，好似戴上華麗嘅冠冕一樣，使你嘅生命充滿光彩。另外，要行走喺智慧嘅道路上面，腳步唔會受阻，奔跑亦唔會跌倒。務必持守呢啲訓誨，唔可以放鬆，因為呢個係你生命嘅保障同根基。最後，作者警告要遠離惡人嘅道路，唔可以偏離左右，要時刻警醒，咁就可以喺一切所行嘅路上安然穩妥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箴言第4章記載，要聽從智慧嘅教導同訓誨，走正確嘅道路，避免愚昧嘅選擇。咁喺你嘅日常生活裏面，你嘅言語同行動有冇反映出你選擇聽從智慧嘅教導呢？